无锡是著名的菊花之乡，一菊、赏菊历史悠久。500年前，明代弘治年间编纂的《无锡县志》在地方物产花卉一栏中已经有菊花寄宿在案。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间，无锡的菊市已流行于士大夫之别业，成为文人之清玩和雅赏。到了清代，无锡的艺菊花市进一步普及。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，无锡的菊会逐渐兴盛，并且与工商文化、旅游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相结合。自1949年至今，无锡前后共举办过近40次的菊会，其中35次布置在西汇公园。1953年秋，由市建设局园林处主办的首届菊花展在西山公园，也就是今天的西汇公园举行，展出菊花2万余盆，参观人数达18万。1956年的西山菊会展出了400个品种3万余盆。此次惠山古镇重点打造了室外的景点、标准展台、百菊赛、专项品种、大丽菊、悬崖菊、塔菊新品种、栽培新技术、盆景菊、案头菊、插花艺术、菊花展示，共13个特色内容，总布展面积达12万平方米，共使用花卉80余万盆。哎，来。
来帮你爬山走。这扬州的挺漂亮。嗯，它可能是品种不是说太精。一样是白一样开，就是也是给他们小伙子拿起来，你看老婆。一个是长沙，这是夸张式的，这个是非常给你。这是长沙的。就画像。英歌石开的时候我也没进去过。那是当时现在造的时候没进去。我现在造的时候我也没进去。还是图样，这是图样的太多了。要夸张。我没见过这个。这错的多，哪种小鱼？哪种小鱼？哎，主要是。金绣是这个金绣，
金色、金色，今年赚多个，再买好多人。啊，这老婆媳妇，他们这个错的，咱接触了，喏，你这年份，呀，去的，你要当可行的话，你。那手机怎么样？还可以。那就谢谢你了，我帮你省不下去了，不客气了。就那个啊。哎。要不这个棉花里面特别高。不是呀。这样哈，我在前面找一个，上面找等你们啊。啊。嗯。要不打电话啊。点的呀。拿这里。螺丝的哪个？
你一个外省会了吧？昨天回家，你这干嘛？回来一直摸个手机。跟你们那差不多吗？那你看呀，就是让你在这里看，不看。往前去，前面不是有沟吗？不能往前。那你站在这里呢，可以的。要不要站啊？站。哎呦！站在这里。那球球，那球球开吧。球球跟阿公一起。来看好，看好，彩色的球，彩色的球，啊，都在那外面。不要怕丢啊，他不掉。还吗？